白沙屯媽花蓮進前有一個正重要的儀式，就是念疏文啊。較早百幾名鄉鎮腳對咧進香啊，所以這個疏文一夜就會當把名全部念完啊。但是即馬人愈來愈多，今年有46萬鄉鎮腳來報名，總共愛寫1609頁。這麼多人名，所以袂遠你看，敢若找人來念吼，都要有上百個人，攏刻佇個朝天宮的大廳內底，每一個人都愛念16頁，因為愛念互媽祖聽，你袂當黑白念，袂當念唔對的，所以規個過程念煞了啊，3點鐘已經過去啊。廟方人員、貴賓甲幾百名信眾攏徛規排，逐個人手提黃色的疏文，攏寫滿名姓，誠心的上念祈求媽祖保庇。愛念的疏文有夠濟，這三大箱攏總是總共有1609頁，為昨暝9點外念到尾半暝12點。今年是463588，每一張書文寫288個人名，要1609張。宮田宮人講，早期伫民國55年時，100外個鄉鎮腳，敢若需要一頁的疏文，由主持法師上念就完成啊。即馬報名的人是有夠濟，廟方有調整疏文，為一頁168人增加到288人，寫1609頁有46萬3588人。上念的是除了廟方人員，各界貴賓，要現場的信眾超過100人做伙上念，平均冊1609頁一個人上16頁。念到3點鐘，比較少見的那種名字，所以我們書文組的人，他就會在旁邊用書文標注，就會盡量找年輕人。那前面的那一頁就是委員會的或者長官。廟方強調講，念疏文的人袂當凊彩念，因為疏文頂的名姓攏是有報名鄉鎮腳以及廟方的人員，都要清清楚楚念好媽祖保庇。尾手再閣刻入萬年香爐中化掉，場面正壯觀。儀式前後2點鐘過50分，才正式完滿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